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0月27，咱们做伙来看提摩太前书第1章12节到14节。我感谢予我快乐的咱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伊看我做通信任，指派我做找用。虽然以前我放毒、迫害，搁家己侮辱，还搁得到怜悯，是因为我还未信毋捌的时，才安尼做。咱的主使我丰盛到满出来的恩典，予我得到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信甲听。保罗伫这个所在，感谢迄个赏赐快乐的主，因为主看伊做通信任的，所以也指派保罗成做主的找用。虽然保罗过去伫遐放毒、迫害，佮侮辱教会，侮辱基督，总是伊犹原得到主的怜悯，因为过去安尼做，是伫还未信的时所做，所以主赦免伊所做一切。伊伫遮表明，主所赏赐的是丰盛到满出来的恩典，也因为安尼，通得到基督耶稣三结连，才通有的信甲听。伫咱过去的生活，咱也可能亲像保罗所犯的罪，伫遐放毒、侮辱基督，总是主的怜悯，予咱会通明捌伊、归向伫伊，来领受这个丰盛到满出来的恩典，也予咱会通得到甲基督结连，才通有的信甲听。愿主帮咱，使咱快乐，行伫伊的心意中间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